收看古井情深。阿妹啊，你是不是愿意来替俊爷来做事？我当然愿意。为要来确保你的安全，小等下我派人甲你到店等你摕一寡你日常要换这个衫。也，你这几天莫去上班，踮在我的身边，听候俊爷出来，安尼好无？这个人实在是真好险啊！怎么要安怎？无路爽就爱开喙，房内有一半以上的兄弟，唔听你言的，有风声讲外口的兄弟要趁这机会冲咱的地盘呢。俊爷，这你放心，我已经用惯了，一定要互伊送官。即摆上惊的，就是这个老失踪。 失去这摆的机会，后摆唔都搁咱当时啊！宋爷，宋爷，阿妹姐，阮大转来。 你嘛甲差不多者，换几种价无食你甲半支牌，敢若铁钉啊咧！
到手了。到手。哎，是要忙啊要到？歹势啊。安尼啦，较紧诶。杨哥。老的洗着还是？是啊，是重视啊。中去啊！嘿嘿嘿嘿，是毋是做直升机去入岛？无做讲倒出来。啊！你袂开遐尼济钱，用关系，退买一单的机票，这拢袂开哦。遐人本来就是安尼啊啦，若要摕钱哦，是真东真铁啦。啊，若做代志者吼，搞屎搞了，袂去信的啦。要钱还要付？贱啊！杨哥，啊你是咧惊啥？甲拼落去啊！规组先甲拍散，无听着吼，会愈好嘛无一定啊。杨哥，免考虑遐济啦，甲拼落去啦。你想啥？我一心肝了，感觉真矛盾。阿伯啊，你替我做决定哦。即世人，我感觉讲做人才真困难。一个是阮阿爸，一个就是陆宋大。因这两人我拢袂用来辜负伊。呀，我家己个拢无法当去做决定。阿伯，你甲我讲，我应该要安怎做？你明明知影，我希望是甲恁老爸同款，你哪会叫我替你做决定？因为你伫我的心肝内，甲迄两个时代拢同款真重要，所以只要你若讲会出话，我绝对会听你的话做。我想，等你老爸后事办好，较冷静一点嘛，再做决定。搁再讲，帮派的代志，毋是讲你想要安怎就当安怎，无遮尔简单啊。阿妹啊，实在是足歹势。你还未甲我结婚，其实你嘛无需要对我挂号。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恁了解鬼。虽然我还未过门，也毋过我已经将恁老爸当作是阮老爸同款。我安尼做，只是真正要孝亲啊。啊，对啊，你是毋是应该先通知恁大兄？我想吼，恁家的人一定来等你转去。喂，是安兄是？我是准义啊啦。我咧讲阿爸。喂，喂喂，是安怎？阮阿兄哪会听到我的声电话转挂？安哪转袂通？哪会安尼？
我就要转去一撮。迄门甲你完成了。大长啊，咱呢吼拍拼你掠啦，结果拢白了工的啊！你也看嘛，遮社会败位，遮本数啊，迄实在真有一套的。凊彩请一下律师啦，啊开淡薄仔乌钱哦，法律就无法度将伊制裁啊，愈伤心肝就愈硬啊。敢面对你动起来？大长，啊佫有7分钟的。大长，讲实在的啦，咱做警察的这道哦，我实愈做吼手愈软啦。啊，咱安尼拼生拼死哦，别人也无看到啊啦。啊，若歹空的哦，风骂风错吼，头一个就是咱做警察的。以前吼，阮阿嬷定甲我讲一句话，阮阿嬷伊讲吼，恁阿嬷讲吼，咱做甲流汗，互人嫌甲流汗，对无？对，哎，组长，你哪知哈？这句话啊，你讲百几摆啊？恁阿嬷几啊年前就已经拢跳过，你即摆你这句话啊，佫捡起来论，你是够有效呢？我来值班啦。顺义答应老爸要收骹洗手，敢做会到？对，我应该爱甲廖俊义好好谈一下。若要改善菜市仔口，我就要好好利用廖俊义。感情自行到这，应该煞。当你车停了要创啥？厝的内遐济纸，敢讲你还阁袂认这路线？啊你咧？莫安尼啦。唔知咧无欢喜啥？规船结面手了，你袂看？美伦，你知影恁大的心情无好，你谁来要让伊生气了？我唔敢。那安尼你甲我讲，你谁来无代无志要停车？大，你若要转吼，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先甲你讲。顶一遍哦，咱叫乡事惹事，一定是恁大嫂，若无就是恁大爷去咪过的啦。你即摆后白讲是咧讲啥？真是的啦，迄时阵哦，我去乡事家掠伫高铁边哦，恁大嫂一个走出来，一直喊讲你伫厝内，叫乡事紧紧甲伊掠，我一直是要喊叫你紧走。一点都袂赴啊！美伦，你即摆讲话是毋真实？大啊，这种代志我哪敢黑白讲呢？俊义，敢真是安尼？你大兄叫我接你电话。迄亲兄弟吼，都安尼相爱，实在要真超过。大啊，莫讲啊！我一座倒地，只是想要办好阮后爸的手术，其他的代志我袂肯那么想看。美伦，
定是恁老爸搁活起来。安尼哦，你容易要甲参详，讲唔免离开着学堂啊，对唔对？闭瑞。哎呀，我这个嘴吼是怎黑白讲的？我那这狗必死啦！哎，大。阿母，阿母，你人伫咧艰苦时，阿母，阿爸的教书，阿嫂。啊，阿爸休书办好啊啦，阿公做伫咧开啊要公务啊。你哪会爱等我转来？你哪会爱等我转来？你较即阵才倒转来，你还好意思问？你规日摆转来好啦。简单啦！你老爸哦，死啊就无简单的啦，我无简单，人死都无简单啦，无简单啦！老的啊，我为你听到这款囝，死啊就无简单的，你今甲看卖啦，这就是你出意啊啦！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林北刚经过啊，好兄弟！天明啊，你是不是气死我？对，要紧吗？你免等我继续给答啊！已经过分了，贪小怕你用少年模式，不处理。闭瑞，对，你是我的大兄咧。已经报警，但你若是后边该算的，这阵阮行军用偷拍，这算是不欺兄弟啦？你无等我倒转来，就将阿爸的丧事拢办好，这我袂去怪你，对不对？我会望你爱为难我，我入要甲阿爸代志，以后看你以后什么代志，咱再过来会好。啊，当想要回啥？啊，阿爸好人，去互你激死啦！规个口人哦，拢无咧管你半句话啦。你咧管阮安怎啊？大兄，这边人讲是我激死，你还讲毋是？阿爸若毋是哦，为着你这大尾路毛啊，互你激，互你气哦，爸袂爱早死。我甲你拍你啊，是退阿爸咧教死你啦。多谢。以
以前是阿爸做主啦，即摆阿爸过身去啊，我是做大兄换我做主啦。以后了解吼，若有大细样代志，我看爱怎就是安怎啦。小，你真正够白目。